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欣赏银河天星，这是现代人一种心灵的享受甲娱乐。实在讲，你敢相信讲，以早50-60年前的台湾歌，嘛有咧描写这种的主题。台语的艺术上介好，咱就是要对文学来甲看，来甲体会。尤其台湾歌的字句。真侪真正拢写出，互台湾人会感动的感情，也因为安尼生，咱会愈保守咱的母语。国情今日就特别找出叶俊麟老师作词，洪一峰主唱，这条《夜间飞行》，真正就是讲驶飞机到半空中，欣赏银河天星迄种的心境。咱来看马人歌词的内容。见面第一拍讲，坐飞机盼着前后，青红防空灯，已经是离开地面。何必再相情？欢喜来靠勇气，夜间的飞行。做男儿也是本分，心头清净。天顶星，就是算我可爱的女性。讲到叶俊麟老师，无定着讲观众朋友，你安尼敢若有淡薄仔印象尔？事实，伊写真侪好听的歌，尤其和洪一峰老师合作的《思慕的人》《淡水无色》，阁有悲情的城市。可怜乱花再会吧，种种遮个好听的歌词，拢是叶俊麟作词，洪一峰主唱的呢。啊，你甲听这条老歌《夜间飞行》的歌词，当然这是日本歌曲改的，原主唱是富兰克林奈。不过真正叶俊麟老师用台语的音韵，甲曲甲真迷人。伊写讲坐飞机盼着前后，青红防空灯，飞机伫咧起飞，防空灯伫咧闪烁，但已经是离开地面。原来我的心内无伤情，只有欢喜。欢喜要来靠勇气，夜间的飞行。天顶星已经飞去到半空中，所看到就是天顶的星。天顶星就是算我可爱的女性。虽然讲心内有意向爱慕迄个人，毋过驶飞机飞起来到天顶，迄种心情，也毋是罕见的感情、罕见的爱情会当相比拼。你目睭闭起来，继续来甲体会第二拍的歌词。歌词讲，驶飞机向前来去，趁着月光明，目的是吐出无聊、满腹的悲意。到海角也天边，总是无关意。最希望一切苦情放乎袂记，夜蒙雾对我安慰，何必目屎滴？这句夜蒙雾，这正正是台语歌内底。特别有描写出来一种的情景，夜间飞机伫半空中咧飞，夜蒙雾会安慰人的心灵。就亲像叶俊麟老师嘛，捌写一条歌，叫做《悲情的城市》。伊内底歌词讲，被人放杀的小城市，大梦也沉重。夜蒙雾会影响每一个人心情的变化。驶飞机向前来去，趁着月光明，伫咧空中，心情就得到消透。最希望一切苦情放乎袂记。这就是文学的描写，这就是用台语写出艺术的歌词，真正感动人的所在。